新台快筛站结合医学院既有的能力甲资源，提供定点定时的服务，并结合成功大学自行开发 KUAP 这个 App 的有用功能，让快筛更加有效率。同时，阁会当让使用者家己上传快筛结果到 App， 做到资讯的整合。这次快筛主要是我们学校我们有新生快的要入学嘛，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全台湾都是疫情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都能够健康来入校求学。那由我们医学院、医院还有护理我们组织学生来做这个快筛义工。那我们做的是鼻部的采检，那我们会很快速的比如说早上采，下午就知道结果。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校园维持一个很干净的一个校园，那大家求学都安全无虑。为了会当让来快筛的人更加顺利完成快筛，学校除了制作了自行快筛的操作影片，也有安排医学院的学生志工在现场协助。我们有用录影带看过，要教他们怎么做，所以事实上他们都已经熟练了。那这个学生有一个医学系2年级蔡在的同学为 leader， 那带了我们建造所的3个博士生，然后药学系物理治疗的学生一起来做这个工作，是整个有学生志工。那这个是由我们的护理系系主任柯乃莹教授来负责给他训练。成功大学用诚恳不懈的态度保护学生的受教权，不论是 PCR 检测、快筛，也或是驻有方社，以知识之光动员全校师生发挥各系所专业，建构一个安全的防疫校园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